何處安有聲書，作者安，有聲書文本整理朗讀 Irene。 第9章，越過靈界的關口。我同鐘嘅感情係好好嘅，直至而家，我仍然相信我哋之間嘅愛情。我可以肯定，我哋兩個任何一個人死，我哋都會男不分女不嫁。佢永遠喺我嘅心裏面，佢係我嘅神。我做每一件事，做每一個決定，我都會諗，如果我係佢，我會點樣做？慢慢，我發覺我嘅性格越嚟越似鐘。當然，當時嘅我冇咁豁達。你記唔記得我曾經問鐘，如果我死咗，佢會點樣？佢話佢唔會再娶，而我就對佢講，如果佢死咗，我會陪佢死。我唔記得咗係幾時，醫生批准我度假，條件係要有屋企人陪伴。嗰陣時，我約咗2個院友去維園睇花展。由於我表現正常，所以媽媽就准我自己去。我實在太掛念鐘，為咗見佢一面，我就喺深水埗地鐵站嘅月台跳咗落去。當時地鐵月台仲未有玻璃幕門，簡直豈有此理！我竟然死唔去，只係頭上留下一道疤痕，同埋斷咗5條筋骨。我瞓咗喺明愛醫院嘅骨科病房，點樣跳地鐵，點樣被救起，我毫無印象。我最痛嘅唔係因為跳地鐵帶嚟嘅痛楚，而係我嘅細佬妹冇一個人嚟探望我。經過其他人嘅講解，得知問米可以接觸喺靈界嘅鐘，於是我去咗揾問米婆。嗰個問米婆點咗3支香，然後用一個銅錢前後搖，腳踏住地，口中念念有詞，然後佢眯埋眼，打咗幾個喊路，跟住問我一啲鐘嘅資料。佢雖然問咗好多資料，但係仍然能夠講出只有我同鐘之間嘅秘密。因為價錢太貴，所以我每年只可以去探望鐘1次，多數係佢生日嗰日，媽媽都會陪我去。其實我係靠問米激發我嘅求生意志。呢個係我跳地鐵路軌之後嘅事。我探望鐘嘅時候，佢話俾我聽，如果我係自殺而死，我會輪迴到第2個階層，同佢永遠不相往還。相反，如果係自然嘅壽終正寢，我就可以同佢再相見，永遠都唔分離。而我就靠呢個信念嚟度過以後嘅日子，即係同自身嘅問題共存，快樂度過以後嘅日子。生存嘅時候可以享受而家嘅生活樂趣，死咗之後可以同鐘喺埋一齊。當時我希望自己喺鐘嘅懷抱裡面，佢輕輕撫摸我嘅膊頭，細細聲講：傻妹，唔好喊，事情好快就會過去。有啲知道我背景嘅人，佢哋唔係基督徒，卻要我信基督，話可以尋求心靈安慰。但我覺得，如果信基督係為咗心靈安慰，咁樣信基督就係居心不良，只不過係想要心靈安慰。再者，
我乜嘢事都會做，只有偽同埋蠢嘅事唔會做。我好堅強，有足夠嘅勇氣去面對同埋應付所有挑戰。我唔能夠控制現實同埋時間，但我可以控制用乜嘢心境去接受同埋面對。我選擇咗開心咁過。我自信比其他人成熟同埋堅強。我曾經參加準明會，嗰個係一個俾受喪親之痛嘅人互相關懷支持嘅非牟利機構。但係我竟然發現，嗰啲互相支持嘅哀悼者，竟然係為咗一個死咗10年嘅表親。點解會有哀悼咗10年都平復唔到嘅哀傷？或者呢段10年之痛係因為不斷被提醒同埋深化，愛佢變成害佢，愛號已經成為佢哋生活固有嘅模式。準明會嘅聚會，我淨係參加咗一次。我唔想有人提醒自己嘅傷痛，將稍為愈合嘅傷口再次撕開，再愈合，再撕開。與其一再哀號，點解唔將嗰啲費力又唔討好嘅哀傷轉化成正能量？有時候有啲人係好心做壞事。你係不斷提醒佢哋嘅哀傷，定係俾佢哋一啲時間去療傷，然後再從中學習，重新振作，將經歷過嘅痛苦化成經驗，再重新出發。當然，對於死，我曾經有過一刻嘅衝動。話說，我去紐西蘭旅行跳傘嘅時候，坐小型飛機喺萬尺高空。我當時有一刻嘅衝動，想跳落去，咁咪一了百了，乜嘢困難都迎刃而解。當我諗起中，嗰一刻我硬生生咁將自己拉返嚟，因為係一條不歸路。而萬尺高空跳落去，我一定會死。但係當你決定跳落去之前，請用半分鐘嚟記起我。難道世界上真係冇一啲嘢值得你留戀？你有冇諗過死後世界可能比現實世界更加痛苦？而最重要嘅係，呢條係一條不歸路。總之，人一日未死，一日仲有希望。更何況你仲有選擇嘅餘地。就咁樣，我再冇自殺嘅念頭。